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场热闹滚滚的庙会庆典。有正百年历史的国家民俗活动碧贤寺迎佛祖甲廖景，今仔日透早正式来登场。天也未光，侪信众都来到现场等待。等计时一个到，庙方人员呼叫起驾，沿途信众护送着观音正二马登去碧贤寺的祖庙来过年。14公里远的山路，满拢是人。滚啊！双手斟酌甲观音神尊为红架道顶请落来，慢慢啊甲神尊送入去銮桥内，坐落来是重要的时刻。起驾路信众圈外内，几座銮桥互包围，拢是要来护驾。现场闹热滚滚，上百年历史的国定民俗活动——东山碧贤寺迎佛祖暨绕境，今仔日正式登场。上千名信众天也未光就到啊，阁有真侪人排队买软轿卡。东山碧贤寺迎佛祖暨绕境，相传白河关仔岭的碧贤寺，伫咧1832年因为战乱互毁掉，庙内奉山的观音佛祖，互居民迎到东山碧贤寺来避难。后来就变做逐年旧历的12月23，碧贤寺内底的观音正二马，拢会起驾登去到碧贤寺来过年。到正月初9，才阁会登来东山。今年人潮创疫情了后的新高，排队的人为庙外到庙埕，规条东山街仔路顶连做一条乡路，14公里的路程，阁有坎坷的山路。庙方出动差不多170个人轮流来讲，才有法度。这场活动未少民代和信众拢有参与，互这个百年的民俗活动通好延续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